来看警方统计，食毒赛车防以上案件，去年是有267件，去年有将近2000件哦。今年前3个月嘛，已经抓到1100多件咯。也毋过有70%拢无受到处罚。刑事局是表示讲，受到验尿2年到2个月拘罚期限的限制，常常验尿有结果的时候，拢已经超过拘罚的时间咯。伊嘛向交通部建议讲，修法来延长拘罚的期限。内底有客仔味嘛。 手伫咧带你，雄雄做到拿检，驾驶情绪作动，经过警方检查，超出轻毒品，佮怀疑伊是食毒赛车在检验当中。食毒赛车冲击治安，去年佮发生新北市员警被弄死亡。警方统计，砍下食毒赛车被以上为去年267件，去年暴增到1991件，佮创新高。今年前3个月已经有1189件。 都算拢面临行政，不过超过70%无行政处罚。他行政法就有绑定说2个月的举发期间，所以针对这个部分，我们也是透过希望交通部来做修法，不要让说这个我们法定的障碍期间反而变成说他无法举发。修宪有检的2年的时间，警方承认大部分的检验结果拢在2个月了后出来，早已经超过拘罚的时限，获毒犯免吊销。 面对目前的困境，刑事局建议修法，不过緝毒的另外一个关卡，也有赌上依托米脂这类新兴的毒品。那这个新兴毒品，它几乎都是透过所谓的电子烟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单纯看到电子烟，我们就做查扣，然后是做检验的动作。对查缉到计划，警方执法各层面，拢有难题爱解决，或者提出建言。 红豆毒品用脆软快胎执法。酒驾你这个变容易看，大概9味就出来了。毒驾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太出来啊。国外有一些就脱衣的快筛了，那这个政府也是要去努力的。这摆快胎检测，敢来对嫌犯的物件做相关的检验。所有学者建议，有外国制评脆软快胎，佮点出毒品问题根源，以原在事前防治甲事后戒掉这毒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